書館香港文學特藏部同我舉辦呢個展覽。我喺香港出生長大啦，大學畢業之後去咗巴黎定居，咁每次翻嚟好似翻外家咁樣。我喺度將自己嘅創作同自己人分享啦，咁好似特別親切啦。我想講講呢個展覽嘅籌備過程啦。幾個月嚟都係通過 email 同 Catherine 聯絡，咁我哋時時用啲照片嚟做交流啦，好似砌 puzzle 咁樣砌咗個展覽出嚟。呢個結果我哋都幾滿意啦。咁 Catherine 好細心、好謹慎又好 efficient， 咁我哋合作得好愉快嘅。好啦，咁歡迎今次同大家係一啲講一講喺香港同巴黎之間生活嘅感受。不過係好似東拉西扯咁傾下偈嘅啫嚇，唔係咩嘢學術性嘅深入研究嘅。咁有一位陳志堅校長咧，佢寫咗一篇文係關於提到呢個展覽同埋關於兩本新出嘅書，咁會喺4月份嘅《明報月刊》刊登嘅。咁個題目叫做《雙城記憶》，真係有啲好似《雙城記》咁嘅味道啦。我哋喺 poster 上面咧見到咧係培薩同觀音相遇啦。其實我今次唔係講宗教㗎，因為傳統上咧宗教對東西方文化嘅影響都好大㗎。尤其是喺西方，如果你對宗教冇認識咧，你對佢嘅藝術啊，對佢嘅文學真係好難了解。咁所以我係用嚟做象徵。咁我畫呢張畫之前咧，周圍揾資料啦。咁我揾咗好多佛像嘅圖片啊。咁我揾到呢個有一個笑得好開心嘅，就係呢個。咁我就將佢嘅圖片抄咗落嚟啦。可惜我冇留低到個原畫啦。佢原來嘅照片，咁然後咧，我揾到呢個意大利嘅聖母像，嗰個肖像已經好爛㗎啦。佢本嚟抱住嗰個耶穌咧，都有一半睇唔到嘅。咁但係佢笑得好開心，係好溫柔佢嘅笑。咁我又覺得好好啦。咁我就想像，如果佢哋兩培薩同觀音相遇，一定有好多偈要傾啦。咁佢哋梗係會講到人生好多苦海茫茫嘅人生，咁但係亦都有好多開心嘅事嘅。咁所以我好喜歡即係將兩個笑得好開心嘅培薩同埋聖母擺埋一齊啦。中西文化間嘅差異係好大嘅，但係亦都互相之補啦。喺呢個香港咁開放嘅城市啊，對於西方文化係唔會陌生啦。香港人啲眼光好開放嘅，而且我讀嘅係英文學校，喺大學主修嘅係現代英國文學。不過就算係咁樣啦，我去到外國嘅時候咧，喺好多細節上都有好多真係 cultural shock 嘅，尤其是幾十年前喎。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早期嘅經驗，同埋以後點樣慢慢融合。一到步咧。我哋有啲朋友話：真係麵包好多個米譜啊，咁係好正常㗎啦。但係有好多例子，仲有好多例子嘅。咁我先要演繹，我點樣講俾你聽叫演繹咧？慢慢講。我先係去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咁呢間學院好有名嘅，喺100幾年前咧，徐悲鴻啊、李金發啊、林風眠啊，都喺呢度讀書㗎。我對李金發特別有興趣，因為佢不但只係對藝術有興趣，佢文學同美術兩樣都有好大嘅成就㗎。佢係中國象徵派詩人嘅始祖，亦都係一位好重要嘅雕塑家。咁我睇佢寫當年佢喺美術學院嘅感受啦。咁好多時真係令到我會心微笑嘅。佢好睇唔慣當時美術學院嗰啲咁放任嘅作風啦。咁佢講嗰啲嘢咧就話點樣去譬如好多裸體畫啊，好多咩嘢，佢當時100年前喎，咁佢係好唔喜歡嘅。好啦，我100年後去到啦。睇嚟咧，
淨係變本加厲啊！咁嗰陣時我啱啱喺康康都出咗嚟2-3年啫嘛，咁我哋啲校舍又好整潔，啲同學都好紳士淑女㗎嘛，有啲男同學仲打領呔嘅喎，咁我哋啲女同學咧人人都要着裙嘅，從來冇人着長褲返學，更加唔會着牛仔褲啦。咁我去到呢間咁有名嘅學校，竟然見到亂糟糟喎，牆上周圍畫到花哩碌，人人都靚靚肥肥，咁真係好開頭真係有啲唔習慣啦，點解會咁㗎咁？最慘係去廁所，即係對唔住啊，好不雅要講廁所。藝術結構幾高貴啲要去廁所㗎，男女同廁應該不在話下啦，仲一排排啲尿盆擺喺入口嗰度喎，即係你要經過咗先可以入到去入邊嗰啲有門嘅廁所。咁成日撞到啲男同學喺度方便緊，咁係好尷尬嘅事嚟嘅。好啦，入到去裏邊有門嘅廁所又點咧？到門上面都篤咗幾個窿嘅，咁要帶住啲紙去塞滿晒，咁先可以去廁所。咁對於我嚟講咧，真係初係都幾唔係好容易接受。咁後尾冇法子啦，都要習慣咗啦。好啦，咁然後咧有一日喎，我哋嗰個掃描室裏邊咧，有個女同學突然間除晒衫喎。佢話：你哋話我啊，因為佢覺得自己咁靚，唔俾人話好似真係好嘥晒咁樣喎。咁樣係咯。咁後嚟咧見怪不怪啦，日日去畫素描咧，就對啲呢個係嗰個，我漏咗唔記得啦。咁我日日去畫素描咧，對於裸體都習慣晒啦。咁嗰陣時因為揸住美術學院嘅學生證咧，我哋去博物館係咪免費㗎？咁我所以就時時都去羅浮宮睇嘢。嗰陣時嘅羅浮宮唔同而家嘅，仲係啲古老建築。咁佢咧係而家都保留翻呢段，但係而家我哋去到係見到嗰個金字塔啦，就係新起嘅。嗱，咁然後咧咁我亦都去所有其他嘅藝術館啦，尤其是我對現代藝術而家啲片出啲咧係嗰啲頭先所講嘅，我上堂畫速寫有一張就係我畫同學喺度畫緊畫，咁因為日日畫速寫日見裸體嘅人，咁對於裸體冇乜感受啦。嗱唔緊要，好啦，咁然後咧，我咧又好中意去現代美術館啦。第一次去現代美術館，我冇幅圖嘅，我覺得唔緊要啦。第一次去現代美術館嘅時候咧，係見我去嗰個好有名嘅5月沙龍喎。咁見到乜嘢咧？見到一個人肉檔，有一檔嘢唔係人肉嘅咁樣，因為見到一個雕塑係一片片肉啊，睇真啲係咩嚟㗎？係女人嘅乳房切成一片片咁樣擺咗喺度。咁另外有啲仲係特嘅，我唔好意思講啦。咁總之咧，總之即係我喺香港學畫梅蘭菊竹㗎嘛，咁見到啲咁嘅嘢，我真係好 shock 嘅開頭。好啦，咁然後咧而家其實咧啲外國人對呢方面嚟講咧係好開放。嗱，而家你哋睇到呢個廖盤咧，就係 Marcel Duchamp，佢嘅題目叫噴泉嘅。其實已經係好耐嘅啦，喺1917年展出嘅時候咧，而家成為咗藝術好重要嘅藝術品啦。咁1981年咧，呢個意大利嘅藝術家 Piero Manzoni 咧，真係仲將呢個 idea 發揚光大喎。佢用自己嘅大便入咗90罐頭，每罐有30個 gram。都係用黃金嘅市價嚟賣嘅，俾啲收藏家同埋博物館搶購。咁到咗而家更加犀利啦，而家比黃金更加貴好多。總之睇埋晒啲咁嘅嘢，睇下就見怪不怪。咁所以終於就免疫啦。所以頭先我講免疫就係咁嘅意思。咁免咗疫之後就唔會水土不服啦。咁即係早期嘅 shock 咧，
沉澱咗落嚟之後咧，咁漸漸覺得其實唔使俾佢哋嚇親嘅，反而可以定低成年睇各式各種嘅作品，其實係有好多好重要嘅作品，係好多好嘅嘢只要知道點樣唔可以喺呢啲迷宮裏邊俾佢嚇親，俾佢迷到，你自己繼續去揾啲好睇嘅嘢，係好多好睇嘅嘢嘅。咁係啊，而家呢張係現代美術館嘅照片，頭先次序錯咗，係啦。咁嗰個5月沙龍同埋嗰個人肉檔咧，就喺呢度睇到啦。好啦，咁至於文學方面咧，因為我嗰陣時法文水平唔係幾好啦，咁我唔可以睇好多法文書，所以主要咧都係睇通過 theatre 電影啊咁嚟去吸收。第一個 shock 係咩咧？第一個 shock 係 Othello， 因為咧我嗰陣時我係讀英國文學噶嘛，咁我熟讀咗 Othello 呢個劇本，我哋睇睇佢個故仔先。Othello 奧賽羅呢本書係莎士比亞4大悲劇之一。呢個曲折嘅故事發生喺16世紀嘅威尼斯。Othello 係一個摩爾族嘅客人，係威尼斯共和國一個大將軍。佢娶咗醫院元老嘅女，係好美麗嘅 Desdemona， 佢係達人。Othello 性格好多疑嘅，個僕人有一個心腸好壞，佢嘅妻子執到咗 Desdemona 條手巾仔，俾咗佢。佢作為假證據向 Othello 講話 Desdemona 同年輕英俊嘅副官 Michael Cassio 有私情，對佢不忠。Othello 忌火焚身，佢用枕頭壓住 Desdemona 毒死咗佢。後來發現咗自己冤枉咗精忠嘅妻子，非常傷心，自殺死。咁呢個 Othello 係莎士比亞4大悲劇之一啦。咁我哋喺香港，即係我喺香港嘅時候，因為讀咗好耐，咁成日都睇好多各式各樣嘅演繹喎。咁去到巴黎之後咧，咁有一個 Othello 嘅話劇演出，咁我梗係去睇啦。嗰次真係都幾 shock， 因為故事發生喺威尼斯㗎嘛，咁梗係 expect 啲服裝啊、啲佈景啊，都係啲好靚嘅嘢。咁但係好奇怪，嗰次去睇到咧 ，Othello 着西裝，咁嗰個 Desdemona 着住件乾濕褸，好似去翻工咁樣。嗰個 Michael Cassio 就着住條牛仔褲，咁背景咧就係黑掹掹嘅。咁同埋咧，另外睇一個叫做太陽劇團嘅係好前衞嘅劇團啦。試過有一次啲觀眾坐晒喺地下斜嘅好似斜坡咁上邊，咁嗰啲演員喺我哋之間行嚟行去，咁同埋睇咗好多其他好唔同嘅interpretation 嘅方式啦。當然而家睇冇乜特別啦，乜嘢方式都有，但係我唔記得嗰啲係幾十年前喎。咁嗰啲即係嗰陣時嗰啲咁先進嘅做法咧，係對我嚟講係開頭係一個 shock， 咁但係拉尾就會諗到係咪可以好多方法嚟創作嚟 interpret 嘢咧？係咪即係對傳統係咪可以有重新嘅睇法咧？咁樣咁係一個好即係對於開展心靈啦，係一個好好嘅經歷嚟㗎。咁而家我講下我嘅去咗法國之後要揾工作，因為嗰時我哋成班都係同學生，成班朋友都係同學生啦。咁我哋又冇工作證，語言又唔通，咁啲女同學做工有咩嘢可做咧？咁淨係得3條路，一係同人睇 BB 啦，去做家務啦，或者去中國餐館。咁我從來都唔做餐館，咁我畫過中國家私啦。又買過咖啡啦，亦都睇過 BB， 嗰陣好驚。有一次帶佢去公園啊，差啲蕩失咗喎，嚇死我。所以但係咧，無論我做乜嘢咧，我都用嚟做我寫作嘅題材嘅。咁係
即係比較豐富啦。好啦，有一次有個人請我教國語喎，咁我中學雖然有學過會考，係咁依叫做合格，係點去教人啊？咁但係好想揾工做啊嘛，咁佢請我，咁我拍拍心口，我又去啦咁樣。咁後來有個朋友話：哇，你教嗰啲國語啊，全中國淨係得你同你學生聽得明㗎。咁我諗下，即係於心不忍啦。咁唔好想再做啲咁傷天害理嘅事。咁終於我辭職喎，辭咗職之後咧，相信我積咗陰德咧，都俾人好心有好報嘅。咁有一日喎，忽然間有個朋友問我：你想唔想去一間畫廊做秘書啊？我話你講乜啊？我以為佢講笑，冇可能有啲咁嘅事嘅。咁我好啊好啊，梗係好啦。咁我啲法文嗰陣時水平好低㗎，咁點樣做啊？咁我好，又拍拍心口，又搞掂佢。咁畫廊咧係喺巴黎文化中心地區，就係呢個畫廊啦。咁嗰度地方好靚啊，喺正賽勒河邊，就啱啱喺巴黎聖母院對面。咁我日日就喺嗰度翻工。2年嚟嘅經歷咧係好多姿多彩嘅。我上晝就喺美術學院上堂啦。咁喺附近嘅大學飯堂食完晏晝，行15分鐘就去到畫廊翻工啦。咁畫廊只係開下晝2點半至6點半嘅啫。咁放工又啱啱趕得切去黃昏嘅理論課。咁喺嗰度畫廊裏邊，我認識咗好多喺世界各地嚟嘅畫家。佢哋好多經歷咧，都真係可以寫小説嘅。咁我亦都用咗佢嘅題材啦。嗰陣時我好後生㗎，咁你就好難得有啲咁嘅優差喎，即係冇乜嘢做喎，名義上又好好聽，叫做秘書。其實坐咗喺嗰度咧，又冇乜人嚟嘅，有嘢睇書，可以寫嘢，有啲朋友嚟傾偈，或者擔天望地咁成日望住對面巴黎聖母院咁樣。人工雖然係好少啊，咁但係可以更加交房租啦。買月票嚟搭車啦，同埋睇幾場戲，對於一個窮學生嚟講咧，真係心滿意足啦。由於接觸咗好多人啦，生活可以好豐富㗎。咁總之笑話一籮籮啦。咁嗰陣時我發明學咗一句，我話嗰個華神父係我哋個畫廊嘅主人啦。我淨係識講一句，我話華神父星期4下午嚟啊咁樣。咁唔理乜人打電話嚟咧？我好似個錄音機咁，我就答呢句喎。咁啲人又 OK，又唔知點解又 OK 嘅喎。咁然後發覺咗好多人發畫家夢㗎，喺世界各地嚟好多人。咁所以我識咗好多人，但係好多人好快又走。咁好多短暫嘅友誼啦。最近我喺情福呢本書裏邊咧，我收咗一首詩叫做《夢特貝盧堤上》。我請包國雄老師同我讀啦，佢讀係特別好聽嘅。短暫友誼的漩渦飛轉，有如狩獵者相逢，在森林的曲徑上，都是追尋一隻名為夢的野鳥。在一個永遠短暫、沒有年紀的春天，明天都會四散，各踏上個人的路途，繼續永無止境的追尋。都留下了，也帶走了，回憶中永恆美麗的青春。多謝。咁呢首詩主要係記憶嗰段喺畫廊嘅時間啦。嗰個地方叫做基頓蒙特貝魯，咁我中文譯佢做夢特我譯咗佢做夢特貝盧堤上啦。咁其實喺呢2-3年之間佢嘅生活咧，我就好明白海明威講佢話巴黎是一個流動的盛宴，真係好開心嘅嗰陣時。
好啦，咁我一面畫畫啦，一面我不斷寫作嘅。咁有啲我寫咗好多報導性嘅文章啦，譬如睇到啲好玩嘅展覽啊、特別嘅前言啊，咁我就會寫嘅。但係主要都係以文學同埋美術為主嘅。咁好多時都係以巴黎為背景，亦都有曾經用過外國人做主角，但係漸漸仍然都係傾向以寫中國人嘅生活為主，因為到底比較親切。咁我最近由包國同老師編嘅貼地風塵呢本書之中咧，我收咗12篇我早期嘅小説，分香港篇同埋巴黎篇，差唔多都係完全以個人嘅經歷為主嘅。創作嘅主要嘅中心咧，都係關於喺外國嘅中國人。呢啲小説之中咧，其中有一篇叫做《風中阿婆》，就係以輕鬆嘅手法寫香港人時時要去外國移民嘅經歷。有一篇寫叫做《文憑》嘅咧，係寫一個喺外邊喺法國教中文嘅老師，成日覺得自己懷才不遇，搞到自己又可憐又可笑。咁漣漪有一篇叫做《漣漪》嘅咧，係關於兩母子之間嘅代溝，加上文化差異。其實無論喺咩嘢處境之下咧，人性都係一樣嘅。總之寫作要同生活有關，同時代氣息連接。所以我近年嘅小説咧，都唔多唔少同現代科技同現代人生活有關嘅。好啦，咁而家我講一講旅行啦。去到歐洲當然要去盡量旅行啦。咁我意大利啦，睇文藝復興嘅傑作，即係睇到人哋哇，睇到你目定口呆㗎。咁此外咧，西班牙啦、德國、澳大利等等，度度我都去過。但係我除咗旅遊之外咧，我特別喜歡係睇啲作家嘅故居。咁嗱，譬如呢度，係嗱呢度咧係諾曼羅蘭嘅故居啊。因為我18歲嗰年咧，用咗成個夏天嚟睇佢嘅約翰克里斯朵夫。咁我好中意佢嘅一啲作品啦。去到佢個故居嘅時候，我真係好感動。然後咧，嗱呢度係圖格列夫嘅故居，佢喺巴黎近郊嗰度住咗好多年㗎。我因為好崇拜佢嘅作品，咁所以我去到佢嘅故居嘅時候，亦都係好感動㗎。然咧，我特別咧要去倫敦，去倫敦嘅時候，我特別要去 Wimpole Street， 點解咧？係啦，點解我要睇倫敦咧 The Villas of Wimpole Street。Elizabeth Barrett 係維多利亞時代一個早熟嘅天才女詩人，7歲就寫出唔平凡嘅詩，童年好快樂。等佢15歲嘅時候喺馬貝跌咗落嚟之後呢，就前面病發，相信你隻骨有問題或者係遺傳啦。總之以後一世都孭住呢個疾病嘅十字架，連行動都有問題。佢好年輕就出名嘅，被推崇為當代最重要嘅詩人之一，作品受到廣大歡迎，甚至遠至美國。但佢生活喺一個封閉嘅環境之下，好似個幽靈，成日挨住沙發嚟寫詩，只有家人圍繞住，差不多從來唔見外人嘅。其實冇真正生活過。當時有一個已經相當有演繹嘅詩人Robert Browning，熱愛佢嘅作品，寫信俾佢，開始一段為期2年嘅熱切書信來往。終於，Browning嚟到倫敦嘅溫哥街同 Elizabeth 見面，兩個人一見鍾情。然而 Elizabeth 就覺得好專制，甚至兒女分家，兩個詩人只有決定私奔。呢張畫嘅畫家有啲誇張 ，Elizabeth 嗰時已經40歲差唔多，佢將佢畫到好年輕，而Browning只有34歲，就俾畫到好老。總之，佢哋去咗意大利定居，Elizabeth 嘅生活從此充滿陽光，
作都好豐富，年紀越嚟越大。佢哋住喺幾冷翠，住到Elizabeth 55歲逝世，有好多與佢哋嘅事蹟寫成嘅文學作品。因為我睇咗好多Elizabeth Bennet 同埋 Robert Browning 嘅詩啦，咁同埋呢個故事真係英國文學史上最浪漫嘅一件事。咁所以我去到倫敦就要去睇呢個 Wimpole Street 啦。好啦，而且Robert Browning 咧喺 Elizabeth 死咗之後咧，都好多年之後佢先去世，佢一路都冇再娶嘅，真係好多情嘅一個詩人啦。好啦，咁然後咧，我又特別喜歡，我特別喜歡 Oscar Wilde 嘅。你睇睇佢呢個名作。Oscar Wilde 黃爾德，年輕又富有嘅杜倫格雷，好以自己英俊嘅外表為傲，請畫家為佢畫肖像。畫家畫畫像嘅時候，旁邊坐住哈里勳爵。佢對杜倫講：人生最重要嘅係只為自己而生活，盡量尋求享樂，不必計較後果。杜倫深深受到影響，佢好執迷咁相信，最重要嘅事係保持自己嘅青春美貌。喺畫像面前，佢講出願望。佢話：如果我可以永遠年輕，由畫像代替我老去，我願意付出一切，甚至我嘅靈魂。呢個願望好似魔咒，竟然生效。佢開始咗放蕩不羈嘅生活。時間漸漸過去，杜倫格嘅畫像越嚟越老，但佢自己卻係保持年輕英俊。佢同一個美麗嘅女演員戀愛，但後來佢離開咗佢，女演員傷心自殺。杜倫只有少少嘅內疚，並唔關心佢嘅痛苦。佢仍然繼續糜爛嘅生活。佢每次做一件壞事，畫像就變醜一啲。1年咁過去，畫像越嚟越又老又醜，但杜倫仍然年輕英俊。佢將畫像收起嚟，等冇人可以睇到。有一日，當年叫佢畫畫像嘅畫家嚟揾佢，發覺了真相之後，大為震驚，叫杜倫改過，但杜倫竟然殺咗佢。佢越嚟越生活喺孤獨同黑暗之中，佢自己都知道自己生活苦難。喺痛苦之中，佢想毀滅嗰張畫，用把刀嚟插埋咗佢。原來竟然係殺死咗自己。佢倒斃喺個畫像前邊，啲僕人認唔住佢嘅遺體，因為變得又老又醜，而畫像就回復翻年輕英俊。咁Oscar Wilde 啲故事真係好得人驚㗎，咁但係有啲真係寫得非常之好，即係佢啲短篇小説都寫得好好嘅。但係睇佢一定要睇原文，因為嗰啲英文好好睇嘅。好啦，嗱咁佢當年因為同性戀啦，啲人捉咗去坐監，放監出嚟嘅時候咧，就真係身敗名裂，好落魄咁去咗巴黎，佢就住喺離美術學院冇幾遠一間酒店裏邊嘅。咁我經過佢個住所嘅時候咧，就當其時諗起佢啦。咁同埋咧，我有好喜歡超現實派嘅作家同埋畫家嘅，尤其是係 Paul Éluard。我去睇佢嘅故居，我手頭上冇佢故居嘅照片，但係有佢關於佢嘅一段短嘅。Paul Éluard係一位好有名嘅法國超現實派詩人。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佢將佢嘅筆化成武器，一直參加民間組織嘅抗戰行動。其中有一首題為《自由》嘅詩，印成咗好多傳單，由英國皇家空軍散落喺法國納粹靈堂區，為人民打氣。
喺法國啲中學冚唪唥都有讀㗎。之外咧，我對於關於作家嘅足跡咧，我對於中國早期文學家喺法國嘅痕跡好有興趣嘅。咁因為1920年期間咧，因為庚子賠款而造成嘅勤工儉學運動啦，引咗大批中國青年去外國，其中有啲成為好重要嘅文學家。為咗寫《書香沉中遊》呢本書咧，我哋喺5年之間咧，去法國好多唔同嘅地方揾呢啲中國作家當年嘅故居。好多時揾唔到嘅，因為當時佢哋係用啲學生名義，啲地址都冇嘅。咁好例外嘅情況揾到，如果唔係，只係揾到佢啲學校。咁其中最有名嘅係巴金啦，佢住喺Château-Thierry，中文譯做吉利堡。咁人哋叫呢個吉利堡叫童話城，因為係寓言故事大師 Jean de La Fontaine 住嘅城市，佢寫嘅龜兔賽跑啊、狐狸與烏鴉呢啲咁嘅故事，我諗大家都好識啦。咁巴金去嘅時候，佢係一個革命家，點知離開嘅時候變咗一個文學家，因為佢係喺吉利堡寫咗佢嘅一篇小説《滅亡》。咁佢寄翻去中國之後嘅時候好轟動，所以佢吉利堡係對我嚟講係有個好重大嘅意義啦。咁頭先我提到李金發同埋林風眠啦，咁佢哋曾經一齊去第容呢中一間美術學院度讀書嘅，咁後嚟先轉去巴黎高等美術學院。咁仲有蘇雪林同埋戴望舒都係去里昂嘅。咁蘇雪林咧，當時去本係去學畫畫嘅，點知學唔到1年，都1-2年都冇。咁佢俾佢媽媽叫佢翻屋企結婚。佢雖然係一個好開放嘅女性啦，當年出去留學嘅都係一個好開放嘅女性。咁但係佢好孝順佢媽媽，佢真係翻去聽佢媽媽要求，嫁咗俾一個情不投意不合嘅人。咁樣，咁至於戴望舒，可能大家比較熟悉一啲啦。喺香港都好多佢嘅痕跡，但係佢喺里昂嗰陣時咧，又唔返學，又唔考學分，仲走去示威，咁搞到俾人拉咗嘅。但係咧，佢喺而家嘅中國文化中心咧，係擺佢嘅雕像出嚟。當年就趕佢走，而家就擺佢嘅雕像出嚟作為係一個學校嘅名人咁樣。咁仲有咧係傅雷係喺一個叫做 Poitiers 嘅城市讀書嘅出頭。呢張相好難得，可能睇得唔係好清楚。傅雷好嚴肅噶嘛，佢呢張相竟然爬到喺樹上邊喎，真係有張好難得嘅照片。咁多數留學生咧都話，佢哋喺法國嘅時候咧，係一世人之中最快樂嘅日子啊！雖然係好清苦啫，但係比起佢哋後來經歷嗰啲大風大浪啊，當時嗰日子真係天堂啊！咁總之咧，佢哋喺中國現代文化史上係好重要㗎。關於中外文化交流咧，我想講一講《茶花女》。呢本係中國第一本外文翻譯嘅小説，當時係好轟動嘅。佢嘅主角係一個高級監製花，23歲嘅時候吐血玉雲黑燒啦。佢有好多人拜倒喺佢嘅石榴裙下，其中有作家小仲馬。佢嘅爸爸大仲馬好出名，因為佢寫嘅《基道山恩仇記》啊、三劍俠啊，都係令到佢即係好出名㗎。咁佢小仲馬就寂寂無名啦。但係因為茶花女死咗咧，佢傷心欲絕啦。喺3個星期之內寫成一本好凄美嘅小説，竟然一鳴驚人。改編為話劇嘅時候咧，演出亦都盛況空前嘅。意大利作曲家 Verdi 用幾個星期嘅時間，將呢個故事改編成為歌劇 La Traviata， 有人譯做《淪落一里人》，但係直到而家都係世界上最多上演嘅歌劇之一。我諗好多人都會睇過啦。咁晚清嘅時候咧，
由黃壽窗口述林書執筆而出嚟嘅。咁黃珠其實係唔識外文嘅，佢係聽人講，亦聽人講，咁佢哋用筆寫落嚟啦。佢喺1899年出版咗《巴黎茶花女遺事》啦，被嗰啲人當時嘅人稱為西方嘅《紅樓夢》，一時真係洛陽紙貴，連李叔同都反串點出茶花女。咁其實喺當年一紙風行咧，亦都有佢天時地利嘅原因㗎。因為喺轉型期間嘅中國咧，人民對於外國事物好渴望認識。呢本係第一本俾介紹到中國嘅西方文學作品，好似石破驚天咁，帶嚟一個新境界，好新鮮。但係其實呢啲故事方程式好古老㗎，講嚟講係講才子佳人啦、桓帝阻隔啦、嚴父棒打鴛鴦、只恨綿綿無絕期咁樣。其實骨子裏係中國人好熟悉嘅題材，所以其實好親切嘅。但係故事裏咧，同時批判法國嘅黑暗社會現象咧，亦正式配合中國人要爭奪社會不平等階級觀念嘅心態。喺嗰個時代係呢個心態好盛行。咁茶花女成為咗第一部打動中國人嘅外國悲劇美人，亦係中國最早期嘅話劇，紅咗100幾年。咁茶花女同埋小仲馬咧，都係葬喺巴黎嘅蒙馬特墳場嘅。兩人嘅墳墓只係隔咗100幾米嘅啫。咁小仲馬因為茶花女一炮而紅，而茶花女因為小仲馬傳流百世。一個好早死就永遠年輕，一個活多咗47歲變咗個白衣公。咁有時我諗更生人靜嘅時候，兩個人喺墳墓出嚟見到面，唔知佢做認唔認得啦。好啦，總之咧係文學史上一個神話啦，而係中西文學交流嘅先聲。另外一位我想到嘅咧係有關中西文化交流嘅一個重要人物啦。每次我走喺塞納河邊，會諗起佢嘅，就係常書鴻。常書鴻當年咧，常書鴻去法國畫畫，其實佢都好有相當成就㗎啦，前途係好光明㗎。有一日喺河邊書店留連嘅時候咧，見到有一間美術館，吉美美術館喺專收藏東方文物嘅。咁呢個美術館有一本關於敦煌嘅畫冊喎，佢睇到之後好震驚，佢睇到目定口呆。佢原來我哋自己國家有啲咁嘅寶藏㗎，佢唔知道，因為當時冇人知道㗎。當時都就算有好少人知道咧，亦都好唔着重呢啲文物㗎。俾英國人發現咗之後，大批咁運走。但係嗰啲英國人咧唔識貨，即係乜嘢都運走。然後有個法國人，叫做 Pelliot， 佢識中文同埋好識貨。咁所以佢帶走嘅嘢少過啲英國人，但係佢係帶走啲最靚嘅嘢㗎。咁都係藏咗喺法國嘅美術館之中啦，真係禮失而求諸野。咁常書鴻咧，因為睇咗呢本畫冊，毅然放低咗喺法國嘅前途，而翻去中國，一世人都獻俾敦煌，亦都係中西文化交流裏邊一個好奇怪嘅一件事啦。咁我喺法國咧，時時睇到好多香港嘅文化活動嘅。譬如舊年咧，我睇到香港電影節裏邊有羅卡嘅《攝影路》，睇得好開心，因為睇到晒當年佢拍電影嘅時候嘅過程啦，咁同埋嗰個年代好多朋友嘅痕跡咁樣。好啦，咁而家我講一講咧，咁我哋喺巴黎生活點樣咧？我哋巴黎咧有一個旅遊會嘅喎，其實係20幾30年前咧，港大有一位研究古代女性文學嘅師姐啦，同埋佢一位中大嘅朋友，佢係研究王超君嘅。咁佢哋成立咗一個非正式組織嘅旅遊會。咁我哋曾經舉辦座談會啊、讀書會啊、誦詩會啊咁，同埋發起咗博人寫作。咁我哋大家呢個茶花女頭先冇影出嚟就係茶花女同小仲馬嘅照片啦。
呢度咧就係寫咁當時咧，然後咧我哋就出咗6本書，每本都係等啲朋友每人寫自己嘅心得，而且仲係手釘嘅喎，所以你睇到我哋喺度做緊用線裝手釘嘅線裝書，咁當然印得唔係好多啦，印得幾百本咁樣啦，咁前後出咗6本，咁後來咧有一個河南大象出版社，佢因為出版巴黎文叢，就覺得呢啲作品其中有啲好有意思，就選咗一部分作品，出咗一本叫做《獨客從》叫做巴黎爾故鄉情嘅，就喺中國裏邊發行啦。好啦，咁而家我再講翻嗱，呢度就係巴黎嘅 Musée Guimet，就係吉美美術館，咁專係展出東方文物嘅。咁幾年前咧有一個以茶作為主題嘅大型展覽，好多方面包括現代藝術啊、古代收藏啊乜都有。好啦，咁平時咧開展覽會咧多數都飲香檳㗎啦。咁佢開幕禮嘅時候亦都俾我哋飲香檳，但係今次好特別嘅，唔係普通嘅香檳，係茶香檳。咁好奇怪，我唔知道個秘方啦，但係我諗係有綠茶喺啲香檳裏邊，都幾得意。咁好多人咧就覺得好唔啱，話就係褻瀆咗你啲香檳，有啲法國人好唔高興，你啲茶撈落我啲香檳度咁，有啲中國人又好唔高興，咁啲香檳無端端撈落茶嗰度點搞啊咁，但係有好多人好欣賞喎。咁佢令我想到香港人嘅特產鴛鴦咖啡溝茶，我覺得好好飲嘅喎。咁我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啦。咁我覺得其實以文化交流嚟講咧，食嘅文化都有咁奇怪嘅交流，其他文化、其他方面嘅文化、文學啦、寫作啦，都係可以有好大程度嘅互相參考嘅。咁世界喺度不斷變遷啦。尤其是而家我哋喺地球村嘅年代，全世界文化都會交融㗎。咁所以我哋要考慮喺咁多文化交流裏邊，點樣揾到新嘅面貌，又點樣保持自己文化嘅特徵呢？好啦，咁好多人都喺咁多年來喺中西文化中追尋一個軌跡啦。咁好多年前咧，我係將我畫咗好多畫，咁幾年前我將啲畫拎出嚟咧，就擺埋一齊睇。我發覺當時係有一個雖然幾十年嚟又換咗好多次風格，但係其中係有好似一條線連住咁樣嘅。所以咧，我寫咗一個寓言叫做尋找你，就係將我多年來嘅創作夾埋一齊。亦都係中西文化交流中嘅一段軌跡。而家請大家睇少少片段。呢本係我發明嘅書。喺呢個小島嘅上空，啲星星係方形嘅，或者圓形嘅，每粒裏面都有一個人，地上都係一樣。我哋都被困住喺一個非常堅韌嘅半透明框框裏面。我用盡氣力去打拍，都冇辦法將你打。你好近，但係我冇辦法接觸到你。我揾到一個方法，就係將自己嘅驕傲縮成好細好細。竟然喺條罅嗰度走咗出嚟，你都出咗嚟啦，就喺唔係好遠嘅地方，但係忽然唔見咗你，周圍都係見到一團團煙，你喺邊度啊？哦，嗰邊唔係海咩？隱約聽到你嘅呼喚。好啦，咁今次係
講到呢度啦。好多謝。或者我問第一條問題先啦，爭取呢個機會。咁咧，其實喺小冊子嗰度咧，最尾我哋有一個訪問嘅，就係羅秀蓮女士同陸騎士嘅訪問嘅。咁陸騎士你咪提到話你提到有一個神不良馬嗰個故仔嘅，就係馬良係神不馬良嗰個故仔嘅。咁就你就話你冇嗰支神筆啦，即係唔可以畫乜就見到乜嘢，或者畫乜就見到啲乜嘢。咁我想問，如果假設你而家我送一支神筆俾你啦，咁你會唔會係會想畫啲乜嘢嘢係可以變成真實，或者畫啲變奏啲乜嘢嘢，會令到佢可以解除啲苦難？我諗最想畫嘅就係停止打仗啦。而家真係好多好無辜嘅人，即係政治係好複雜，我哋好難知道真相，到底嗰啲大政治家諗啲乜嘢嘢，其實冇乜人真係知道㗎。咁我哋知道嘅就係啲人民真係好痛苦。如果有辦法真係有支神筆可以畫大家停止打仗啦，咁就已經係一個最大嘅願望啦。咁同埋咧有冇有冇朋友？係中間呢位女士。我想問咧，就係話當時你喺巴黎嘅時候咧，由香港一個畫梅蘭菊竹嗰個情況，你走到去法國咧，見到，因為我自己都經歷過，即係你見到一啲完全係咁似，即係咁相反嘅嘢啦，即係佢哋畫嘅嘢，或者一個尿兜啊，即現代藝術。咁你係點樣去轉？因為我認識嘅啲藝術家咧，有一批咧就會好唔中意呢個現代嘅，咁跟住佢哋會挨向於中國嗰邊嘅本身畫開嘅傳統嘅畫，但係有一啲咧就會走咗去現代。你係點樣去由一個香港一個咁傳統啦，咁跟住要去跨過去睇呢個現代藝術時，你點樣去轉你嗰個諗法，或者你個接受嗰度係點嘅？即係唔係即刻㗎啦，係真係經歷咗好多時間嘅。咁你開頭嘅時候真係好 shock 去睇埋晒啲咁嘅嘢，咁但係漸漸睇下咧，就發覺唔係淨係有呢樣㗎。咁我諗最好嘅方法就係由傳統睇起，外國都有傳統㗎嘛。咁你開頭比而家好多現代藝術有少少嚇親嘅時候咧，最好係翻轉頭睇下。佢哋由文藝復興以來，就算之前咧，之前我比較冇咁多認識同埋興趣比較冇咁濃厚。喺文藝復興以嚟，一步一步嘅進展啊，咁你漸漸就睇到係有好多方向，好多路數可以走㗎。咁甚至轉咗做現代藝術之後，譬如由印象派開始啦。至到比較更新一啲嘅超現實主義啊等等嘅時候咧，咁你一路睇嘅時候就覺得其實每一個過程裏邊都有佢嘅值得考慮嘅地方，甚至佢畫尿盆啊又好乜都好啦，都唔可以完全抹殺㗎。譬如而家裝置藝術裏邊咧，有好多好好嘅作品，咁問題就係呢邊我漸漸明白咗一樣嘢，係唔係邊個流派好，邊個流派唔好，而係每個派別裏邊好同唔好，佢本身裏邊好同唔好嘅作品。譬如而家你睇裝置，即係睇到你頭暈眼花乜都有，但係極偶然會睇到啲真係好好㗎。咁所以同佢認識唔係好大關係。咁如果你過咗呢樣嘢之後，你就會接觸到。所以我好喜歡現代藝術嘅。雖然我好欣賞傳統嘅技術啦，但現代藝術係開創咗好新好闊嘅領域嘅。答唔答到你問題？係，咁咧就係你好。咁咧，你會唔會覺得咧喺法國嘅畫廊裏面咧係去做 art admin咧，即係你對啲畫全部都係啲裝飾性嘅記仇嘅油畫，即係我見到你後生嗰時咧，後面嗰啲畫咧，即係 Mark Rothko 嗰啲嘅，即係 abstract 嘅畫作啊嗰樣。咁其實做畫廊咧，同喺博物館同埋喺美術學院咧，即係睇到嘅作品咧，都係本身好大差異。你綜合咗呢三種咁樣嘅文
化經驗咧，你係創造咗咧，即係就一個比較係詩情畫意啲同埋繪本式嘅創作咧。香港咧即係做繪本式創作咧，同台灣一樣都有得做，但係喺法國做繪本式嘅創作咧，佢哋嗰邊嘅 market 嗰個接受程度高唔高？因為另外咧，因為你講起話有好多好無骨嘅作品，因為我本身都係中大藝術系畢業嘅，咁我喺度讀嗰時，我都有畫裸體畫嘅，我畫得更加無骨，講真。咁咧我就當佢係 gender studies 咁去處理嘅咁樣。咁但係你嗰種咧係好詩情畫意嘅咧，係即係有俾我感覺咧，即係頭先最後播嗰段片咧，有啲幾米嗰啲 feel 咁樣咧。法國人點睇呢一類藝術咧？嗱，你呢個問題好大。嗱，第一你係畫廊好多㗎嘛，咁每個畫廊都有自己嘅風格㗎。有啲係揀啲俾你話比較商業性啦，有啲就完全唔考慮要商業性，因為佢哋有另外一個處理方法。嘅老實講咧，就算表面唔係商業性，裏面冚唪唥係商業性嘅。譬如你見到一個賣我哋叫做行貨咁樣嘅畫廊啦，係賣啲好容易賣嘅風景畫啊嗰啲，咁佢一個處理方法。咁有啲叫做好高級嘅畫廊，一年賣一張畫嘅啫，但其實佢哋有好大嘅客路㗎。咁呢個係已經唔同畫畫冇乜關係嘅，呢個係 marketing 嚟嘅。咁所有 marketing 嘅處理同你嘅作品，最好唔好理咁多，因為如果你要喺 marketing 上面成功咧，好多因素加埋嘅，即係天時地利人和啦、識人啦、邊個去捧你啦，咁好多原因加埋。如果你一心創作咧，你最好唔好諗咁多。我中意畫乜咪就畫乜咯。不過要保持知道，即係呢個時代嘅傾向。你唔可以今時今日仲畫啲好傳統古老嘅畫，即係你只要有呢個 feel， 有呢個現代嘅 feel， 而係自己去揾你自己條路咯，係好唔容易嘅。因為我寫過一篇小説啦，其中咧就寫一個畫家，因為呢篇小説喺香港冇登，係喺國內一個雜誌登嘅。咁佢初去到法國嘅時候真係好迷茫，每一個風格佢都畫咗一次，咁然後都揾唔到自己嘅路。終於佢嘅結論就話：我唔再揾啦，我定咗心嚟諗下我自己，我畫我自己啦。咁點樣你畫自己，但又唔古老咧？就睇你平時嘅修養啦。咁你平時吸收到啲乜嘢嘢，然後慢慢就過濾咗，慢慢再出嚟咁樣咯。好啦，你頭先問到呢種繪圖畫本喺法國流唔流行？好流行。而家啲法國嘅書店冚唪唥閂門啦，好似全世界一樣。紙本書係好唔暢銷嘅一件事嚟嘅。唯一一種書店企得住嘅咧，就係賣兒童畫，即係兒童故事，同埋畫繪本。尤其是係漫畫嘅市場好好。咁即係證明咗而家啲人咧係好需要視覺嘅補充，淨係文字。對呢個即食文化咁泛濫嘅時間咧，淨係文字係唔容易嘅。所以繪本喺法國好流行。唔知仲有冇邊位朋友？其實我想問一問嗰個題目嘅意思，培薩與聖母相遇咧，我係好俾佢吸引咗。咁係即係到底呢兩個文化，甚至呢兩個宗教咧，係咪有一啲即係關聯啊，或者係純粹其實係嗰兩個文化嘅相遇嘅一個象徵啫？係啊，我唔想講宗教㗎。咁點解用呢個題目咧？就係主要都係文化嘅象徵啊，因為宗教藝術喺外國係好重要㗎。可能中國會唔會冇咁重要咧？我唔係好知。譬如中國你唔認識如來佛祖，咁你都可以畫畫，都可以寫作，係咪？
喺外國，如果你唔認識聖經故事咧，你睇嗰啲直到文藝復興甚至以後嘅話咧，你都唔係好知佢講乜嘅喎。咁所以對我嚟講咧，宗教喺外國係絕對代表文化嘅。咁近年嘅變化又係另外一個問題啦。近年宗教嘅傾向係另外一個問題。咁但係主要我唔係講宗教，我係主要係講文化嘅差異同埋相逢。咁唔知仲有冇其他朋友有問題？如果冇咧，或者我哋就開始我哋導賞團。咁導賞團之前咧，我哋有個紀念品頒贈儀式嘅。我哋有請我哋圖書館嘅高級助理館長張寶珍女士為我哋頒獎。多謝，多謝，多謝，多謝。